嗨，朋友们，新年很快就过完了。今年啊，你们看看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年干红炮和酒楼的生意，直接反映今年过年的行情。往年收工酒、庆功宴起码都有3、5场，现在酒楼没生意，歌星要撑自己。哎呀，他妈的连捞生都没有捞过，还以为换了政府，贪官少了，经济会越来越好，哪里知道还是懒趴趴懒，弯口卡了一擦色。年28跑去9英里找我的朋友赶往直往他的档口去看看，他说今年政府呢对这个烟花火炮呢没有什么管制，所以进了大量的红炮。那他说108扯的350，88扯的250，30扯的都150。如果是8扯呢，88块；12扯的40块；8扯呢13块。他问我要几种，我說咁喎，個都有點衝啦，愛很強，唔放火炮。嘿咯，超嗰邊而衝水晒，盲揀買火炮，嘿買唔使啊，我蝕運3000票啊！看他說的這麼可憐，夾硬啊，夾硬跟他買了2條8尺的火炮。喂，還有啊，幫錢人買2箱金啊，今年人要1000箱啊，再買300箱啊，要係攝氏人買到15啊，仲買唔晒啊！當然啦，現在的大超市都有賣自己包裝的年干，又便宜又美觀，難怪他叫苦連天。最後呢，他打8折賣給我一箱。再說今年的除夕夜，年30晚，鞭炮聲少之又少，好像客家人講啊，印度人過年啊，慶祝祝。往年乒乒乓乓，炮仗前吵得翻眼，煙花滿天飛。現在年初2上酒樓吃飯，你沒有提前定位都能找到位置坐。而家講豬年豬籠入水啊，捱都講啦，豬籠流水啊！